多谢书记，这算是较趣味的新闻出来，同款是政治新闻。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昨暝和台北地法院裁定撤销高保收押禁见，其中呢，这个检辩双方这个羁押庭攻防嘛是真激烈。检方主张郭文铁有实质的影响力，未因为是党主席就受到影响。郭文铁呢讲，监管伫看守所都无影响力。今日早起，民众党团开记者会，必须立委拢到位就支持者。1月11上街路去抗议。台湾真正的有司，还我司法正义！人民怒吼集结。111电动机。民众党的代理主席黄国昌调集党员抢势经济，要向政府宣战订购机。我们今天正式宣布，台湾民众党全党上下全国总动员。我们那天把自由广场牌楼外面的中山南路，我们路权已经全部借下来。白色的立委总告齐批评检调不公，裁定羁押挂进主席。法官真的很无奈，一副不晓得该怎么办。他一直裁，检察官一直抗告，100多个检察官当后盾呢。提100次抗告，针对北检讲话拢无咧客气，郭前主席顶上的讲法嘛是来检。检方指出，郭文铁实质的影响力，无因为伊失掉党主席有所改变。郭文铁是反击讲，逻辑足奇怪，毋是因为失掉党主席就无影响力。那呢，我红关伫土城看守所，我就无影响力啦是。你若要继续甲我管，那呢就直接讲，外口遐个小草，敢讲对点去。郭文铁深夜红番亚看守所，小草拢甲伊喊声加油。郭文铁结束伊短暂的自由身，搁再互羁押。民众党后续要安怎应对，也得爱斟酌讨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